料达人赖老师，这个山料田呢，山料田呢，收成了啦，收成晒干了做山料茶这个是小叶种的，基隆品种的山料，晒干了做那个山料茶，对改善痛风很有帮助。还有那个籽就在叶子旁边那个籽籽不能直接晒太阳，山料籽山料籽可以来种我这是山料呢要清楚。呀，这是细条种的。原来因是咧乌山料这个猪尾灵草这国语这马齿苋草也是草药呢。这。赖老师讲电的我这猪尾灵草种的它袂发草地下环境我就不采没关系，那明年它又长出新的。歹势讲个电话个互阮记一个，我袂记得。0919 989 389。那想做好记989 389。那想做好记呢，0919 989 389。989 389。那想做好记啊，0919 989 389。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有记啊，大家电话有甲记好0919 989 389。这是山料达人赖老师这个电话是帮助我们啊。阮同学甲我买山料，定下找无人。好。甲我去甲我买山料，甲我讲，同学你迄个过一个月再来收钱。结果时间到，叫我去收钱的是迄个，我摕这支手机啊我。这山料爱遐深这看紧看遐深的定下找无你的人要甲你买山料定下找无人。伊甲你用号码伊号码伊帮我选的。这搞0919 989 389。安尼就真好记安尼呢。感恩大开眼界啊！今仔来看到人迄乌山料，山料爱乌遐深的这种猪尾灵草国语叫马齿苋草，可以防虫，对不对？防杂草丛生。那土那大丸唔当，安尼伤着腰啦。你摸遐重的伤着腰。你即马你地先老遐尔，好。我要留一点吃给大姐做。